所以我们这时候呢，来听听这位同学要到我们当中分享见证。我们一起来拍手欢迎子瑜哦，到我们当中来分享见证。热烈一点，来欢迎子瑜。大家平安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上帝带我来教会的过程。我第一次进入教会是在我国2的时候，然后我现在已经高3了。在国2以前，我没有听过福音，就是身边也没有人传过福音给我。圣诞节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收礼物的日子，我从来不知道背后真正的含义。然后现在生活中，就是朋友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啊，然后他们也会跟我说，我以前也去过教会哦。他们意思就是说，他们小时候也去领过礼物啊，或是吃过东西的经验。可是我从小到大有这种经验，我一次也没有。虽然上帝没有给我小礼物，但他所赐给我的是得救，是再多礼物也比不上的。在国2那一年的，就是某一天放学，从学校放学的时候，校门口外面就有就是发广告的工读生，然后有一次就很意外有发圣经，然后我就拿了一本回家。我国中3年我也只遇过一次发圣经，然后那天我就拿了一本回家，然后回去翻了一下之后，当下是没有很深刻的感受。但是就是莫名突然有一股想法，就是在心里面就是告诉我自己，我想信耶稣。然后我就马上告诉家人这个想法。然后那时候爸爸妈妈是觉得小孩子讲的话可能是就是随便说说，因为我才12、13岁而已，他们就是没有很在意我讲的话，所以他们都没有表达什么。然后从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开始找方法想要接触教会，想到班上有个同学是罗月，他是基督徒。然后我就问他很多信仰上面的问题啊，问他都去哪一间教会，然后那时候他告诉我说，教会在中华路49号，然后教会很好玩，然后他告诉我牧师很帅，他大概只告诉我这3点，然后其他我真的没有印象他还跟我讲过什么。虽然就是也不能说他都没有跟我传福音，应该是说他那时候也才国2，他应该也不太知道怎么讲，因为他也很腼腆。然后之后他好像就是我问完他之后，他也没有想要带我来教会的意思，所以我就自己就是有一天放学，然后我就自己因为中华路住桃园，所以还蛮熟，然后我就自己找来教会。然后因为那时候罗月跟我说，因为那时候还在7楼聚会，他就跟我说我们都在7楼做礼拜，你来教会你只要搭电梯到7楼就好。所以我那天放学我就搭电梯到7楼，因为那是非假日，然后也不是聚会时间，所以教会都没有人，然后也没有人发现我来。然后就自己坐电梯到7楼，然后走进礼拜堂，然后坐在后面的椅子上，后面那排椅子上，然后坐了就是我知道我那时候在想事情，可是我现在想不起来在想什么，然后就大概坐了10分钟，隔天我再重复了一次，这就是我第一次来教会的经验。然后从这一次经验之后，我就更有确定的想法，说我想要来参加聚会，然后我就回去告诉妈妈说，就是可不可以让我来参加就是礼拜6的聚会，因为罗月有告诉我可以参加聚会，然后。那时候家人就发现我很认真在看待这一件事情，他们就很紧张，所以就很反对。然后他们很反对我来，不过我也很能理解他们的想法，因为家里还是一般的那种民间信仰，然后家里又有亲戚是那种很虔诚的佛教徒啊，很多哥哥姐姐他们有被带去当就是实际当那个佛堂里面当小菩萨过，我以前也当过小菩萨，对啊，所以。我是生长在这种环境底下，所以我这种突然的想法，对我们家的每一个人来说他们都很害怕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变这样。毕竟我自己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。不过现在我很清楚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上帝在我心里面动工，是上帝在一路引领我来亲近他。我记得我刚来教会的时候，就是遇到别人，就是在门口遇到长辈啊，他们都会问说是谁带你来教会的？然后我每次都很犹豫，我现在到底是要说罗月带我来教会还是什么？然后所以最后我就会回答说我是罗月的同学，然后他们就说罗月的同学你好这样。但是现在班上的同学问我说我怎么会来教会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就是家里没有这个信仰。他们这样问我的时候，我有时候会跟他们说是上帝带我来的，对吧？然后另外上帝不只带领我来到他的面前，他也把我从死荫的低谷里拉了出来。国2的时候，我是一个就是很不学好的国中生，就是翘课啊、喝酒啊、抽烟那种事我都有做过。其实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知道，因为我想说的是，上帝不会因为我们背离他的道而离弃我们，他其实都一直在身边看顾我。很感谢上帝，就在我开始寻求他，想要更亲近他的时候，上帝就让那些恶事一一的离开我身边，就在国2那一小段时间，因为其实那段时间很短。
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朋友，就是我跟他走很近，然后我们常常就是一起出去玩，然后那位同学就很莫名其妙就转学了，然后所有的恶事就在这一年里面就通通结束了。然后从国2升国3之后，就因为家里的反对，然后加上要考试，然后就一直补习。我来教会的次数真的是很少。然后记得有一次，我想尽了办法我要来教会，然后那一次是班上几个同学去罗月家，然后罗月妈妈煮东西给我们吃，然后之后就一起载我们来教会。结果在我来到教会之后，我爸爸在教会门口等我，然后就把我载走了，对啊。然后我就很难过，我就在路上一直哭，对啊。然后所以就是国3整年，我几乎没有印象我来参加过聚会。而且加上在这一年里面，因为没有来聚会的关系，然后又有遇到生活上一些问题，所以身边又没有人可以帮助我解开我心里面的疑问，所以都没有好好跟神界定关系。到国中毕业，就是升高中之后，我开始就是因为家里反对，我开始就是自己偷偷的找时间要来教会。然后那时候我虽然有这样子去做，但是罗月去厦门，然后我在教会都没有认识的人，我走到门口我都还是不敢进来。但是很感谢上帝，他又接连差派天使到我身边。在高1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位基督徒同学，他带我去参加才艺品格营。从那一次营会当中，我才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，就算我没有认识的人，我一定要回到教会。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才艺品格营结束1-2个礼拜，我就在补习班遇到杰旭，然后借由他，我才又重新被带回教会，一直到现在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很能深刻感受到，就是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。对，就是在从国2到高中这段，其实是一段很长的时间。在这段过程中，很多次都没有将神放在心里面，也多次被离他的道。但上帝从来没有离弃我，而且从很多小细节，我现在回顾以前的事情，从很多小细节都可以发现，其实上帝都一直在身边，只是我自己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上，而忽略了神。然后现在家人可以让我稳定的来聚会，甚至今天是我爸爸带我来聚会，简直就是不可能，对吧？然后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做见证，我知道这一切又是上帝的帮忙。上帝接连差派天使来帮助我，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别人的天使，都能被上帝大大的使用。我的分享到此结束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给子瑜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好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你相信是罗月带他来教会吗？不太相信。好，我也很难相信。好，但是罗月提供他3个很可靠的资讯。第一个，中华路49号，他没有走错。第二个呢，教会的牧师很帅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还是可以继续来分享。好，第3个呢，好，我觉得是来到教会很有趣。好，我相信虽然我们有时候在学校、在班上，你不太会传福音，但是呢，就把这个介绍怎么介绍你的教会呢？啊，在什么地方？然后呢，你们的牧师很帅，然后介绍教会很有趣，这样就会有人来。但是其实这是开玩笑，我相信在背后真的是好，在他心里面有一个心志。好，这个神说加热，他另有一个心志要专一跟随我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在子瑜他才很小的阶段，他收到圣经，然后他翻开了圣经，他就对圣经里面神的话渴慕吸引，他就开始产生一个心志。这个心志就是他要来认识神，他要来到教会，而就这个心志支撑着他，鼓励着他。虽然他班上有基督徒的朋友，但是好像来教会好像也没有跟他特别的招呼啊，保持距离啊，让他自生自灭啊。没有自生自灭，就是让他 let it be。好，但是呢，他有一个心志来 hold 住他，让他继续在教会里面往前。所以心志是很重要。好，然后看到子瑜的精神，我真的想到小强。好，不是郑佑强，是那个打不死的小强。好，我觉得他真的就有这种精神。好，这困难重重，但是呢，他却是好这样的心志，愿意来跟随。